心靈交響曲，經文分享。加拉太書4章5節，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，是白白的得來。保羅自幼力求跟隨神的腳蹤，學習嚴正的猶太律法，成為當時受民族尊崇的法利賽人。為了祖宗的律法大發熱心時，拼命的在大馬士革路上追趕主基督的信徒，在逼迫教會時，然而這時得着救主耶穌基督的親自呼召，使他仍在不明白中轉回神，認識耶穌是父神的獨生子，甘願降世為拯救，為赦罪而來。為世上的罪人釘十架，流寶血，為了使願意認罪悔改的人成為神的產業，有著神子女名分，得着永恆的盼望。保羅的信服，成為了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者。來，讓我們一起禱告，廣傳福音，為要使萬民成為神的門徒，得着子女的名分，在永恆裏有份，是大恩大愛的好消息，是屬天的福分。願你得着這永不改變的神恩與主愛，打開心門，讓聖靈的幫助與帶領蒙受這不能朽壞的永恆福氣。不用疑惑，不用推辭，快來回應主耶穌基督對你的呼召。以上同心祈求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